安装手机程式啊，要拍照认识植物了，结果说试用免费使用7天以后要收费呢，要收那个继续使用费。你看没有注意看的话，一下载以后就很少再用，然后超过7天以后要收费呢。哎呀，真的小心了。赶快把它移除掉。哎呀，要移除怎么没有办法呢？下载以后要把它移除还不容易，还真是麻烦。哦，原来在上面哦，按移除。哦，7天以后呢，收费呢。